各位觀眾同懶懶粉，大家好，我係阿靚，歡迎再次收睇懶懶王費新聞。未訂閱嘅朋友，記得按訂閱同旁邊嘅小鐘，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更新啦。今集我哋講下全城熱議嘅走私風暴事件，到底可唔可以因為壽司郎嘅強硬聲明而平息，定係會越演越烈呢？東張西望昨晚播出下半集，直擊水貨食材點樣流入港九新界各區店。而同日下晝，食環署人員更突然現身壽司郎上環分店進行調查，氣氛緊張到爆。我哋會由頭到尾，由走私鏈嘅運作講到食物安全嘅致命危機，再深入分析品牌點樣喺危機中自救，保證聽到你目瞪口呆。準備好未？我哋立即開始。首先，於11月4日下晝約1時半，有記者指壽司郎位於上環無限極廣場嘅分店，有4名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人員到場進行調查。據現場目擊者透露，工作人員逗留一段時間後離開，其中一人更向記者表示好快有公布，而店長則以暫時不能透露詳情為由拒絕回應。呢個時間點非常敏感，事關東張西望連日來踢爆走私食材流入市面，而壽司郎正係風眼中心。係同一時間，下晝1時正，該分店外有超過30名上班族排隊等食 lunch， 輪候超過40張，等足成個鐘。一邊係市民若無其事繼續幫襯，一邊係政府部門秘密調查。呢個畫面簡直係香港食物安全現況嘅縮影，危機四伏。但大家似乎都唔相信有關的食材走私傳聞。跟住落嚟，我哋必須同大家詳細重溫東張西望嘅驚人內容。節目組今次真係奮身追蹤，由深圳直擊到香港各區。水貨客通常從深圳地鐵出發，轉乘到羅湖及福田口岸去攞貨。通常有一名石頭在深圳關口外分貨，將海鮮塞入發泡膠箱，長者水貨客就每人拎10幾20公斤貨物，以螞蟻搬家方式過關，報酬按重量計，10到20公斤約50到60港幣，達到30公斤先賺到100港幣。背後集團利潤豐厚，但前線水貨客只能賺取微薄收入。由於近期羅湖口岸查驗較嚴，水貨客多以人海戰術經福田口岸出入，節目影到佢哋大搖大擺直出直入，幾乎未見有任何海關人員檢查。成功過關之後，佢哋就會將貨物運到粉嶺蓬瀛仙館附近嘅停車場進行交收。節目拍到水貨客會召喚預先約定嘅的士，將貨物塞滿成架的士嘅車尾箱同後座，的士瞬間變成貨車。其中一段片更拍到有的士司機不滿貨物太多或者運費問題，同水貨客發生激烈口角，幾乎動武，最後要警察到場調解。有的士司機向東張西望透露，呢種運作模式已經持續咗接近1年，可謂非常猖獗。啲貨物上的士之後，就會被運送到香港各區，包括九龍同港島，再分發俾唔同嘅街市、餐廳。節目組追蹤運貨貨車，發現水貨食材嘅蹤跡鋪滿港九新界，包括土瓜灣雜貨店，專賣福建特產的小型雜貨鋪；筲箕灣凍肉店，該店出售的蠔仔與水貨客帶回的貨品一致；大埔富蝶商場、黃大仙、寶達、將軍澳等地區的小店。其中雜貨店負責人接受訪問時指，不知道貨物來源及運送方式，獲告之後承諾不會再向這些水貨客取貨。呢點反映好多小店可能係在不知情下入貨，但消費者卻蒙在鼓裏。節目更邀請家庭醫生講解食品安全風險，指出即使食材有冷藏保存，但經歷解凍在冷凍過程會令細菌幾何級數滋生。雖然高溫烹調可消滅部分細菌，但若屬於內毒素型病菌，其毒素未必能完全被高溫殺滅，食用後可能引致發燒、嘔吐、嚴重腹瀉，甚至脫水或敗血症。大家試諗下，走私食材由內地運到香港，期間暴露於室溫數小時，之後先放入雪櫃，成個過程完全破壞咗冷鏈。呢啲食材最終流入街市、凍肉店同雜貨鋪，市民買回家中，
可能再經過多次解凍，風險極高。面對洶湧的影射輿論，壽司郎取了強硬態度發出聲明文件，有關聲明如下：關於 TVB 東張西望於周一針對有水貨客利用香港壽司郎廢棄之發泡膠箱進行非法刺身走私事宜，報道內容不盡不實，且僅憑單方面資訊，在沒有事實根據作出猜測性報道，並影射及間接誹謗本公司使用走私食材，直接誤導公眾及嚴重影響本公司聲譽，更引起廣大市民不必要的疑慮。香港壽司郎對有關媒體的虛假報道表示強烈抗議，並將取法律行動。香港壽司郎重申所有食材均嚴格按照香港政府食物安全中心有關條例及指引，並執行出品品質管控措施，確保所有食品及食具均符合衛生標準。有關廢棄發泡膠箱遭非法使用之相片，香港壽司郎極度關注，並已於早前向 TVB 東張西望澄清有關事宜。一、本公司所有食材均會透過指定的專業物流公司運送至各分店。本公司接獲查詢後已作出深入調查，經物流公司確認，照片中的人物並非本公司物流公司之員工。二、照片中的人懷疑是未經同意下撿拾壽司郎的廢棄發泡膠箱作其他用途。三、相關商品斑點龜已進行並完成所有清關手續及檢驗。四、本公司已於月前提醒員工於處理有關餐廳廢棄之垃圾加倍小心，以避免引起不必要誤會以及公眾疑慮。香港壽司郎將繼續堅守日本第一回轉壽司品牌的形象，嚴格執行出品品質管控措施，確保所有食品及食具均符合衛生標準，繼續為顧客帶來愉快的用餐體驗。關於以上聲明，我哋嘗試理解如下：第一點，片裏面嘅人唔係我哋嘅人，我哋啲貨係有專業物流公司負責，唔會咁兒戲。第二點，呢個係成件事嘅關鍵。壽司郎嘅解釋係，佢哋嘅廢棄發泡膠箱係被人撿拾同非法使用，即係賊人偷咗我哋個垃圾箱去做壞事，我哋都係受害者。第三點，特別點名斑點龜呢款魚，強調係有齊所有合法入口文件，同走私貨完全唔同來源。第四點，即係話我哋早就知道有呢個問題，並且已經做咗內部改善措施，叫員工掉垃圾時要處理好啲發泡膠箱。呢份聲明可以話係以公為首，但東張西望主持邱永權在節目中親口承認，節目組早在9月已收到壽司郎回覆，內容與聲明一致。嘉賓陳貝兒更補充，去到11月1日，壽司店仲特意透過公關再致電我哋，表示日本母公司高度關注事件，顯示壽司郎總部已直接介入，試圖撲火。但去到呢度，觀眾可能都會有個疑問：發泡膠箱在內地十分便宜，走私客真係有需要在香港拿二手發泡膠箱回內地承載物品再走私到香港咩？咁樣做成本唔會再貴啲嗎？這個問題就要留婆俾觀眾自己諗下啦。至於海關方面，就有回應稱會密切監察水貨活動，並就相關走私疑點展開跟進調查。但節目影到水貨客喺福田口岸如入無人之境，而且已經可能持續了1年。對於海關的執法效率，實在不禁令人質疑。東張西望團隊其後直擊粉嶺一處疑似走私基地，向一名被指為蛇頭的女子查問。製作組提出多條關鍵問題，包括食物放咗咁耐會唔會變壞，有冇曾被投訴，海鮮存放期間有冇冷藏設施。對方先是避而不答，其後情緒激動，用尼龍袋包住自己，並聲稱賺嘅錢我同你分。他又辯稱食環署曾到場檢查，但一直冇話有問題。呢種回應反映走私集團的囂張態度。更誇張的是，多名送貨司機對製作組態度強硬，大聲呵斥：你哋為咗收視炒鍋晒，犯法咩？唔好搞啦，去買啲化妝品扮靚行下街好過。其後更直接以手推開製作組，試圖阻止拍攝。呢種暴力傾向顯示背後集團可能涉及有組織犯罪，絕非小打小鬧。講到呢度，我哋必須同大家上一堂食物安全課。今次事件唔只係法律問題，
更關乎你同我嘅健康。冷鏈的重要性，用於刺身的海鮮必須全程處於攝氏0度至4度的冷鏈中，低溫能抑制細菌和寄生蟲生長。一旦斷鏈，細菌就會快速繁殖、解凍。在冷凍的科學風險，細菌倍數增長，常見致病菌如沙門氏菌、金黃葡萄球菌。在室溫下，每20分鐘數量可倍增。走私食材暴露室溫數小時，細菌量可能超標數百倍。耐毒素危機，家庭醫生在節目中指出，耐毒素型病菌產生的毒素，即使高溫烹調，也未必能完全破壞。食用後可能引致食物中毒，症狀包括發燒、腹痛、腹瀉，嚴重者可導致敗血症。寄生蟲風險，淡水魚類如未經適當冷凍處理，可能含有中華肝吸蟲等寄生蟲，長期食用可損害肝臟。真實案例參考，根據香港食物安全中心過往數據，因食用未經妥善處理的海鮮而引致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數十宗。例如2022年，一名市民食用從街市購買的疑似走私蠔仔後，出現嚴重腹瀉，需送院治理。消費者自保貼士，光顧信譽店鋪，選擇大型連鎖店或知名餐廳，其供應鏈較規範。觀察食材狀態，刺身應有光澤、彈性、無異味，如顏色暗沉、肉質鬆散，切勿食用。檢查餐廳衛生，員工是否戴手套，刺身舉溫度顯示是否正常，避免高風險食材。在事件未明朗前，暫緩食用蠔仔、象拔蚌等易受污染食材。其實今次事件對於壽司郎呢個國際品牌來講，雖然已經出了聲明，但總會對品牌形象有所影響。真係可以話件事係雪上加霜。我哋必須回顧一下，唔夠1年前，壽司郎在日本本土經歷嘅一場公關災難——豉油事件。日本豉油事件回顧，事件經過：2023年初，一名日本高中生在一間壽司郎分店內進行極度缺德行為，包括用舌頭舔共用豉油瓶嘴、茶杯邊緣，並用手直接觸摸回轉帶上的壽司。影片上網後引發全國公憤，影響品牌形象插水，消費者信心崩盤，網上發起抵制行動。母公司 Food Life Companies 股價在幾日內暴跌近5%，市值蒸發數十億日元。法律行動，壽司郎向該高中生及其父母提告，索償6700萬日元，最後雙方和解，但顯示企業維護品牌的決心。兩件事都衝擊食品安全和品牌信譽核心價值。不同的是，日本事件是內部衛生問題，香港事件是外部供應鏈被濫用，但公眾觀感一樣，好容易令壽司郎3個字與安全危機掛鈎。截至11月4日，壽司郎母企股價暫企穩約7568日元，未見大幅波動。雖然壽司郎已出了聲明，但若事件引發香港抵制潮或法律訴訟言，可能會打擊投資者信心。好啦，成單事件講到七七八八，係時候問下我哋各位懶粉嘅意見啦。大家一定要留言話俾我哋知。1. 東張西望踢爆水貨食材流入多區小店，你會唔會從此避免幫襯街邊雜貨店或凍肉店，定係覺得冇所謂，照買可也？ 2. 知道走私食材經歷解凍再冷凍過程，細菌滋生風險高，你會唔會暫時戒食魚生、蠔仔等生冷海鮮？今次嘅走私風暴可以話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發泡膠箱之謎到水貨連遍佈全港，再到政府部門介入，事件已經超越咗一間餐廳嘅聲譽問題，變成全港食品安全嘅警號。最後再次多謝各位懶粉嘅收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任何更新啦。下次再同大家傾過更多有趣新聞，拜拜。